请问乌白乱讲话，咱会当用倒一句话来形容呢 ？A. 三色人讲五色话 ；B. 卖茶讲茶芳 ；C. 恁母啊做倒济。嘿，你有40秒的时间。这一点对哦。恁母做的，恁母无可能做倒济，所以佢就乌白。加锅子哦，恁母啊做倒济，恁母啊做倒济。卖茶讲茶芳，三色人讲五色话。是，刚刚我讲无共对，啊，无咱家己有这个讨论重点来，因4个，搁一个人，这两个人一对，这两个一对。这样你要自己那就奇怪啊！是，你嘛较注意一下好不？嘿，较注意一下嘿。你拢甲放话我。轮流啊！太内这么大，你去下面。刚刚有分析了一下，是啦。是哦，恁母啊做倒济哦，无可能做倒济。哦，恁母啊做倒济啊。恁母啊做倒，一定是乌白讲话，因为无可能嘛。对啊，对啊。啊，卖茶讲茶芳，就是家己讲家己的物件好啊。哦。三世人讲五世话，应该是每一个拢家己的意见，就是人这靠走的艺术吧。哦，应该是对啦。你看我们那老师，嘿呀，我拢感觉答案是对啊咧，厉害，对。我今年2000年老师出的，2000年老师出的噻。 2000盛老师的啦。对啦。好，安尼你有答案另外答案。好，你的答案是 C， 恁母啊做倒济。来，恁母啊做倒济，对唔对？来，恭喜哦，你掉2000咯。咱来听老师解释。哦，倒济就是咱人生的头一遍生日啦吼。啊，所以讲恁母啊做倒济，就讲恁母啊才满1岁尔。啊，若是伊满1岁尔，哪有可能生你遮大汉？所以这就是乌白乱讲话的意思啦。嘿，所以这句话是无道理的。啊，剩的2句话就是一般上去伊有家己的意思，甲这个无相关。